继续来追踪这个单亲妈妈请养2个查囝。9月15迄天，伊敢若带着大查囝，返去后头厝过中秋，甲4个月大的细汉查囝留伫厝内8天，真有可能因为安尼活来枵死。厝内的人甲问讲，细汉查囝哪会无做伙带倒来咧？伊骗讲拜托人照顾，一直到23号，伊才甲托婴中心讲，细汉查囝已经死去啊。厝边听到消息，痛骂这个妈妈心肝真雄。红鞋仔真古锥，厝内人咧抱拢真细腻，想袂到高雄大社这个老母竟然甲4个月大的红鞋仔藏伫厝内饿死。消息传出，厝边拢唔敢相信。心雄手热才会安尼啦。都无责任要共钱。 31岁单身老母9月15带大汉查某囝到后头厝，讲4个月大的细汉查某囝互朋友照顾，厝内人就无去怀疑。实际上，红鞋仔是家己留伫咧厝里，想袂到23号查某人转来到厝里，发现细汉查某囝趴伫咧眠床，甲伊冰冰了后，面拢发乌，身体硬酷酷，已经死亡。他说他想我女儿要想要寄托给寄养家庭，因为他说他没办法抚养，他没办法抚养。那时候我们就。 没办法抚养，那时候我们就找一些机构啊，各方面的这样都有去帮他处理这他的事情。第一时间，查某人甲大汉查某囝送去托婴中心，讲细汉查某囝敢若死亡，警方到场勘验，无外力甲迫害分裂。那查某人向警方表示，细汉查某囝最近食物件的状况歹，毋过无送医治疗。过程充满疑点，检方讯后认定涉犯杀人甲放杀的罪嫌，当场羁押禁见。初步调查，查某人2届未婚生囝，男朋友嘛毋知去向，即马甲大汉查某囝交予社会局。婴儿对水分的需求非常敏感，一般来说，在12到24小时内就可能会出现危险征兆。医生嘛提醒，红鞋仔若是无食物件有过样，就要赶紧就医。检警后续嘛安排解剖遗体，查明案情。目前专案检方嘛由公诉妇幼专组合作办案小组深入追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